你好，你什麼名字啊？你好，你好，你什麼名字？我是阿丽。你今年幾多歲呀，阿麗？20，你多大話？哦，25。25，你結了婚沒有啊？有。你結婚啦？你結婚了沒有啊？哦，未結婚。你在哪裏工作過啊？你是不是在台灣啊？我在台灣。你在台灣多久啊3年。？3年，好。你在台灣有多少人你照顧啊？照顧阿嫲，有沒有先生太太啊？有。有阿嫲、先生。我哥哥，我妹妹，我弟弟。哦，哥哥、妹妹、先生、太太，還有阿嫲，對不對呀？有。對對對。對呀。阿嫲，她可不可以走路啊？有，可以走路。可以走路。你每一天你做什麼東西啊？我什麼都有啊。哈哈，你告訴我。我什麼？對。係，你做什麼東西啊？你有沒有煮菜啊？有。你煮什麼東西啊？我洗衣服、燙衣服，我煮飯了。我煮飯。什麼都有。你煮什麼東西啊？我買菜。你買菜。對，我買菜，我洗機車，我洗衣服、燙衣服，什麼都有。哈哈，哦，什麼都可以啊。你在台灣，你在台灣，你煮什麼菜啊？你煮什麼東西啊？我這什麼東西，什麼東西可以啊？什麼東西都可以啊？你會不會煮chicken curry 啊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？對對，可以了。OK，好，你哋有沒有照顧狗啊？狗有啊，在台灣。好。你不害怕嗎？什麼？眼睛，你害怕嗎？有照顧眼睛。有一個。一個 OK， 好，謝謝你，拜拜。